新闻开始来关心天气哦。今仔日方面，佮加上东北季风增强，气象署指出讲北部佮东北部水汽较高会落雨，愈暗会愈冷哦。明仔载拜五，因为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拜六礼拜上冷，中南部早暗的温度会差到10度以上哦，所以提醒民众要爱特别注意。但是后面通过，加上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东北部水汽变高，会落雨愈晚愈冷。气象署指出，到下暗气温会降到17度。说来拜五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到拜六礼拜是全台湾上冷的时阵，加上辐射冷却效应，各地早暗会较冷，也若中南部早暗气温会正差10度以上，民众都要穿较少嘞。中部以北，还有宜兰，还有马祖的部分，最低温将会来到12到14度左右。那再来的话就是。南部地区跟花东以及我们外岛的金门的部分呢，最低温也是只有15、16度。那刚刚讲到这一波秉性是比较干冷的哦，所以在比较空旷近山区的部分呢，温度会比我刚刚在说的还要再低一些啊，甚至不排除有接近10度左右低温这样的状况。但是因为后面通过，气象署指出中部以北依然含花莲、台东较会落雨，但是到下暗水汽就会明显减少。到拜五，敢若剩东南部会落小可雨尔。另外，气象署嘛提醒讲，即届东北季风风力较强，毋但沿海外岛要注意，西半部嘛有可能会出现强阵风。特别提醒大家，我们在沿海空旷地区跟外岛呢，容易有8到9级的强阵风，所以在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。空旷地区之外，其实在我们的西半部的比较内陆的地区呢，风力上来讲也会比较大。气象署呼吁民众就要看天气，踏衫唔通去冷着。按礼拜开始，冷气团就会减少，到后礼拜一，北部、东北部含东部才会变好天，气温转小落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